后来针对国会改革的法案，哪立白三党嘛伫个网络顶展开着进攻甲防守。国民党就利用人工智慧推出着周爷爷话字典，会当用语音来解答着国会改革的内容。也毋过目前到咧测试，都要有付钱的会员才会当来使用。啊，民众党是拍空战，由家己党的立委张启凯来拍影片，讲这个修法的过程。啊，那民进党是公开来募集着抗争的小物，放大声量，要互人气呛呛滚。AI 小助手虽有简单的解答国会职权的修法，民众感觉内容是雾煞煞。今麦若有文字通看 AI 语音，买当斗解答。对国会职权修法有疑问 ，AI 为您解答。这次国会职权修法内容有哪些呢？这次国会改革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：一、国会听证调查权。用问的语音对当甲你解答，那也对上 AI 时代，用这个周爷爷话字典是讲目前要伫试验，都是付费会员才会当使用。AI 它是一个可以让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工具，因为它相对简单，传一个讯息给他就可以回答问题。之后也看能不能怎么开放给大家使用。是讲有网友伫问讲，拢找无实际甲试验，确实有影无结果，普及的程度恐惊有进步的空间。那也推出青年的代表参战，今后拍空战的郭文天嘛出手。今天这个国会改革的这个法案啊，绝大多数都是民进党自己的主张啊。郭文天找党内立委张启凯伫讲修法的过程，另外民进党方面有公开的募集物件，是很多的小贴纸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民进党的支持者寄来足侪牌啊，甚至一寡大布条，那立白对上潮流分别出招，除了伫议场内伫拼，议场外嘛要争取支持度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